要跟足公式太過笨，我無聊何來大趣聞，靠安穩偷生。人如何才能做偉人？要思想清晰更要運。如何能像型的佈陣，明星一般傾倒眾生。大概辦案是我擅長，已過殺戮情場，讓我步進事實現場，就意志擴張。罪犯就是罪犯，哪可蓋過我雙眼？做足同壞事在丟人現眼，面前是我哪會有運行？罪犯尚未做犯，就發現行為古怪，用一餐燭光晚餐，只求可抱上你一吻。重案調查無用證明，靠技巧觸感更靠命。無從提防唯獨愛情，屏風一般遮掩眼睛。沒錯，最驚有天失迷，是你令我着迷，就似猛藥一劑令我靠你都看低。面對越大問題，越有我發揮。罪犯就是罪犯，哪可蓋過我雙眼？做足同壞事在丟人現眼，面前是我哪會有運行？罪犯尚未做犯，就發現行為古怪，在揣摩的一瞬間，只求可聽到你稱讚。就做反，我想你看我一眼，儘管日日受別人着眼，但唯獨你看見我就煩。罪犯又在做反，為了全城人驚嘆，若我中間可以揀，什麼嘢都看一眼。細細個開始，阿 Sir 教你禮義廉恥，講就容易，做落就知大件事。呢個世界邊有絕對嘅道義，只有名義、政治、銀紙同人事。使乜講呢啲？有良知邊有律師？自私定係無私？根本係同一件事。應該睇開啲，換角度同邏輯睇事，一啲一啲開始代入呢個故事。